老师，这五花肉是我们一般现在台湾很流行的咸猪肉吗？是啊，真的啊？它是算有腌制过的一个咸猪肉，而且跟我们传统的咸猪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，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煎起来啊，这个教室里面啊，摄影棚里面全部都是这个香味。那全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要怎么腌呐？这个不然我们怎么做这道料理？哦，比较常见的，比如说八角啊，还有那个小茴香，小茴香、五香粉等等的香辛料，是，还有酱油、米酒腌制而成。大概要腌多久？腌超过1天。腌1天是啊，放在冰箱，我们是不是爱稍微翻面啊那些？我们现在目前有干湿2种方式哦，一种是用干粉下去有没有沾抹，然后放在冰箱翻3天嘛。然后我们这种不用，我们这是用泡法，浸泡法，所以泡在冰箱里面，你只要把它泡在那个酱汁里面泡着，把酱汁覆盖在肉上面，那直接放1天就可以了，可以完成这种制作过程。然后这个肉卷的特色是它本身它就有它的独特的香气，然后加上我们所呈现出来的那个花枝浆。花枝浆，这个花枝浆是以现成整支的花枝是下去搅拌而成，它只要加少许的盐巴做调味，跟胡椒2种做调味，就可以呈现出来这样的味道。都没有加一些粉料啦，都不用加，它直接打到有一种稠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打的时候，是不是用我们一般家庭的那种就是调理机？调理机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那个花枝切小一点，像1块铜板或10块铜板都可以，然后搅拌成它有稠度出来，而且这个花枝浆它是有颗粒的，而不是有没有？就是不是说全部都就是有花枝，有没有？它看得到有花枝的哈，要这样有口感。对，直接下去搅拌，然后我们再去搭配那个五花肉，然后再干煎，或者用烤的都可以。对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这一道五花肉卷怎么做。我们这五花肉拿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哈？哇，老师，你这对五花肉应该有够碎耶，真的是五花哎，5层呐。然后我们在取这个肉的时候啊，我们再先把皮啊去掉哈，去掉。然后我们就用斜切的方式去片它。对。我刚刚还在想说，这个五花肉腌了这么大块，怎么变成片状呢？老师用斜切的方式。那就一片了嘛哈。那如果在家里切啊，就像第一片会有这样开口是没关系的，它一样有办法捡起来。就把它这样子片起来，这样一片一片 ，OK， 一直把它往下切哈。然后刀子就拿斜斜的，有没有？超45度角这样，然后把它压在肉，手掌把它压在肉上面，然后往下滑，就这样整片啊。老师要示范怎么样来包这个肉卷哈，我们要把花枝浆呢包在里面，这样摊开，然后完整的在前面，完整的在前面啊，这个有啊呢，零零角角的在后面。好，然后花枝浆我们搅拌碎了，不用很碎，均匀以后啊，我们稍微把它这样刷一下，让它的筋性啊、液量都会跑出来。是，然后我们是干煎的，所以我们放的差不多在1两左右的重量，是1两。然后我们就稍微这样把它捏一下，把它捏一下，捏成条状。多余的啊，我们让它放回来。我们把它用在最尖的这边嘛，就是最瘦小的，然后往前捆，就捆回来。所以老师就强调刚刚那个比较零零角角哈，这样看起来摆起来就像摆在这边拌桌菜一样。它等下呈现出来就会整捆的。
老师，这个都不用用竹签固定哈？不用，因为花枝浆它本来就有粘性了，它会粘住。OK。那这个我是不按照它有直的横的方式来呈现，就是以哪边破的比较严重的，从最薄的地方开始剪上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示范就是这种就是整起来要整捆，整捆，你也不用一定都要横向，一定都直向。OK。要起一个好的，比较好捆的，不会煎下去耍滚这样散开的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煎我们的五花肉卷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首先呢，煎五花肉卷的时候，一样热锅，然后锅子不要过热，稍微在80度左右就好了。就是你放下去，它油不会像噼里啪啪这样炸出来，有那种感觉啊。尤其这种腌制过的猪肉啊，你要煎到酥酥脆脆，或是香香脆脆，就是锅不要太热。然后我们在放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间隙的地方，有没有？连的地方先下，这样先下，让它用里面的油脂，五花肉的油脂散发出来在锅底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放油的。对，而不是说我们把油加很多下去，不是这样。老师，像我们包好的肉卷哦，我们可以放在那个，就说什么是那种现在有很多透明的盒子嘛，保鲜盒。然后可以放在冷冻库吗？可以。那如果要煎的话，应该是不用退冰吧？还是要退冰？如果是不用退冰，等一下我们在煎的制造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放油，对不对？我们油脂如果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会放水，而不是放油。就是有一点半煎煮的感觉，那种概念。是。所以说，有空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，然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库里面。是的，想吃就拿出来吃。OK。那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猪肉片嘛，所以一定要煮熟哈。是。猪肉是不能生吃了，不像牛肉还有什么5分熟几分熟的哈。是的。我们在煎的过程呢，就先把这个有一个接缝的地方啊，先把它定型。这道菜的特别啊，就是慢慢煎，然后闻到它有不一样的香气，海外的同胞就可以享受到家乡的味道。这很有家乡的味道。台湾的五香粉啊，我觉得跟日本的这个七味粉啊，真的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香料了哈，好像很难被取代。那像我们这样煎，就不用放油。好香哦，真的好香。都不用放油。好，我们现在猪肉煎成这样的时候啊，我们先放少许的酱油。一点点就好了哈。因为本身咸猪肉已经有咸了。然后开大火，转大火，再加上水。就这样，也是少许这样，让它缩干就可以了。老师，你加了水之后，跟酱油之后，是不是感觉那个油腻的感觉会比较没有？油我已经有倒起来一点了，然后最主要是让花枝浆，它捆在五花肉中间的花枝浆，有一点味道。把这个水分跟酱油跟那个刚才油的味道、咸猪肉的味道，全部让它吸收进去。所以它本身就会有咸味啊、甜味啊、香气都在里面。哇，这道也我觉得必学。你看，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想把口罩拔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水分又没有了，剩酱汁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。这宴客也很好，而且很棒，这道菜。哇，这道菜必学，为什么？它还可以做好这个肉卷之后放冰箱哦，所以呢，超级好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保存很久。那如果以现在都差不多是，应该说保存1年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哇，真的哦。然后当你要排入花花草草之前啊，把这个酱汁一样再开火一下。
那如果水温不太够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水，一点点就好了哈。我们只是把那个锅底下的咸猪肉的油跟酱油的香气再把它回来，找回来。好，它滚了我们就关，我们就绕着它，一样绕着它，然后让它比较倍亮一点。是。然后我们中心点呢，就把它摆入生菜。完成。好，老师呢今天带来的第一道这个肉卷呢已经完成了。